係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同埋係慕道嘅朋友，咁啊好歡迎大家收睇呢個十誡簡釋嘅第十誡嘅講解，係又係整個系列裏邊最後一講啦。咁啊關於呢個嘅不可貪心，啊仲記唔記得我哋上一次俾嗰個嘅課前思考問題俾大家？呢個課前思考問題就係第十誡禁止人啦貪戀他人所擁有嘅，去規管人嘅內心嘅慾念同埋諗法。呢個好似同現代人嗰個思想自由呢一個嘅理念咧，佢似乎係有啲衝突。唔知你會唔會覺得神好霸道係嘛？好似一個獨裁者咁嚴管人嗰個嘅自由啊，係嘛？有關於係神規管人內心嗰個思想好霸道，好似一個獨裁者咁嚴管人嗰個嘅自由呢一個嘅講法咧。首先我哋要釐清兩三個嘅概念，係包括乜嘢咧？就思想自由。何謂思想自由啊？同埋如果話神好獨裁啊、好霸道嘅時候，究竟咩叫獨裁或者係獨裁嘅管治？思想自由呢個嘅概念咧，就我哋叫 freedom of thought 啊，咁佢又稱為良心嘅自由 freedom of consensus 或者係理念嘅自由，即係 freedom of ideas。係意思係話係個人咧擁有或者係思考獨立於他人之外一啲嘅事實、觀點、思想嘅等嘅自由，即係話咧佢同其他人唔同嘅，佢可以有自己諗法嘅，佢可以有自己獨立嘅思考嘅。根據聯合國嘅公民權利同埋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咧，第18條咧第一款就規定咗人人有權享受呢個嘅思想良心同埋宗教自由嘅。思想自由咧係人權一個嘅基本嘅組成部分，包括咧言論自由啦、出版自由啦，亦係人類嘅自由一個好重要嘅組成嘅部分，同埋一個最高一個嘅階段嚟嘅。另外一方面咧，就關於係呢個獨裁或者係獨裁管治啦。英文叫 autocracy 啦，亦認為係一個專制或者係專政啦。呢個係一個政治學嘅名詞嚟嘅，佢係一種嘅政府一種嘅管治或者一個政制嘅形式。由一個擁有冇限制權威嘅一個統治者，喺唔受到法律同埋傳統嘅制衡之下咧，佢係完全以個人嗰個意志嚟進行統治。即係話呢個嘅獨裁者或者呢一個嘅人統治者，佢係個諗法點樣嘅時候咧，佢可以係按照佢自己嘅心意嚟去管治嘅，嚟統治嘅。又係統治者個人獨攬咗整個國家最高嘅權力，即係話所有權力集中晒佢噶啦。咁當然啦，佢可能佢都要分少少嘅權力俾下邊去執行一啲嘅事務係嘛。咁但係不過所有嘅權力係統歸於佢。咁係以一種好專制同埋殘暴嘅手段嚟實行一種統治嘅方式。即係話咧，佢係硬性規咗咁樣，同埋一個如果唔跟從呢個佢嘅方法或者係佢嘅意思嘅時候咧，佢就會用一個好強力嘅或者一個好殘暴嘅方式係去懲罰或者係達到執行到，使到佢呢個嘅諗法或者佢嗰個意念或者佢嗰個嘅想期望達到嘅效果，去嚴格遵行嘅。咁呢個係一個咁嘅統治嘅方式嚟嘅。呢個具備無限權力嘅統治者稱為係獨裁者。希臘文咧叫 autocratic 或者 autocrat 英文叫下。而以呢一種嘅統治方式形成一個嘅政治制度咧，就稱為獨裁嘅政體，英文叫 dictatorship。咁事實上喺近代裏邊咧，我哋普遍都知道咧，一個潮流就係咩咧？就實行一個民主制度啦嚇。喺各個國家裏面都係希望達到一個民主一個嘅管治嘅方式嘅一個體制。咁呢個而家成為一個潮流。不過咧，依然難以避免就係有時都會出現一啲嘅所謂獨裁嘅統治係嘛。咁就例如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咧，就係德國嘅納粹嘅希特拉啦嚇。就係呢個咁嘅獨裁嘅統治啦。除咗以上所描述嘅政治體制或者領袖咧，係稱之為獨裁嘅國家或者獨裁者之外咧，有時我哋咧喺生活上邊咧，好多時候好多人咧都會借用呢個詞咧嚟稱嗰啲具備呢一類嘅行事作風咧，無論佢喺一個國家啦，或者一個嘅機構啦、公司裏邊啦，或者係家族裏邊啦，一啲嘅長輩或者領袖咧，有時佢用咁嘅方式去做嘅時候咧，我啲稱佢為獨裁者係嘛？有時呢個只係借用嚟描述佢哋一下嘅作風一下。
好啦，翻轉頭啦，咁啊，神嚴管人嗰個內心嘅思想啊，好霸道係嘛？好似一個嘅獨裁者管治人嗰個自由啊，咁呢個嘅問題咧，我哋要翻轉頭諗咯，究竟係咪神真係一個好霸道同埋一個獨裁者咧？嗱，我哋普遍係都認同一個觀念，就係咧罪由心生啊，即係話咧人嗰個嘅裏邊嘅思想嘅意念咧，係影響佢嘅行為啊。不過好多時候犯罪或者係行惡咧，都往往係由心裏邊一啲嘅諗法係發酵而成嘅，以至係付諸行動嗰時候咧，就係產生係罪行啊，或者一啲嘅惡行啊，咁樣係咪啊？咁呢個我哋無論喺好多嘅宗教裏邊啦，或者普遍嘅哲學思想裏邊咧，都會有呢一個嘅觀念係嘛？嗱，咁啊耶穌指出咧，一個人一切嘅罪惡咧，都係從內心發出嚟嘅。呢個就喺馬可福音7章15到23節，當耶穌咧要去回應翻嗰啲嘅法利賽人話啊，點解你嘅門徒唔行呢個嘅洗手禮啊？諸如此類，食飯之前啊，咁其實耶穌就提醒佢哋，其實你哋咁重視啲外表啊、條文啊，或者係律法嘅規定嘅時候，但係你有冇認真去思考你哋裏邊嗰個嘅欲惡念咧？因為呢啲嘢發出嚟嘅時候咧，係先最可怕嘅，先能夠使人得着污穢嘅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話咧，一切嘅惡都係從內心發出嚟嘅。咁而保羅指出咧，當人係放縱佢嘅私慾嘅時候咧，就會生出各樣嘅罪嚟嘅。呢個分別喺以弗所書2章3節同埋4章19節都有提到嘅。嗱，咁啊，保羅更加喺哥羅西書1章21節就提醒我哋啦，放縱私慾咧就係與神為敵嘅。因此咧，使徒彼得就提醒信徒啦，要作順命嘅兒女，千祈唔好放縱私慾啦嚇。而事實上咧，保羅喺加拉太書5章22到23節啦，我相信大家都好熟啦。聖靈所結嘅果子就係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嘅事沒有律法禁止。留意呢段經文啦，喺講嘅時候嗰個處境就係咧，保羅就講到關於係情慾同埋呢個嘅同埋神嗰個嘅聖靈係相爭呢件事情，即係話咧人提醒咧人，當人係順從呢個嘅私慾嗰時候咧，咁就會結出敗壞啦，結出罪，生出罪惡嚟啦。咁而生罪惡一切嘅嘢咧，係顯而易見，就佢舉咗好多嘅譬如奸淫啊、偷盜啊、貪心啊，或者係嗰啲嘅結黨啊、紛爭啊、嫉妒啊諸如此類嘢。咁呢啲係因為咧係順從自己嘅私慾而產生出嚟嘅嘢。咁當然啦，順從聖靈咧所結嘅果子就係仁愛啊，呢一大扎嘢。咁而事實上咧，因為冇罪惡嘅話咧，我諗呢個係我哋嘅生活嘅經驗就係咧，當冇罪惡嘅時候咧，或者冇一啲嘅過犯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嘅社會就唔會制定一個律法加以係制止，係咪啊？因為要阻止或者禁制某啲唔合宜嘅嘢或者唔好嘅嘢發生嘅時候咧，咁咪要立法嚟禁止佢哋咯，係咪啊？係以一個防備嘅措施咯，係咪啊？咁所以咁嘅緣故底下裏邊咧，律法就要為施行禁制而存在，即係話人冇惡事嘅話，你根本上唔需要律法，係咪啊？咁事實上咧，聖靈所結嘅果子係冇需要律法禁制嘅。咁即係話意思就話咧，當一個人佢順服神嘅教導，佢以按神嘅心意而生活嘅時候，佢好自然咧就會結出呢一大紮上述所講嘅嘢啦。咁而呢啲嘢咧係基本上咧係一個嘅愛神嘅人啦。佢愛神嘅時候，佢自然係愛人，係嘛？佢愛人嘅時候就唔會做啲傷害他人嘅事，係嘛？咁因為佢順服聖靈嘅時候咧，就會結出呢啲果子。而呢啲果子一切咧係出咗律法所禁止嘅嘢。律法唔會禁止你愛一個人，係嘛？律法唔會禁止你做一啲恩慈嘅事，係嘛？咁所以實際上咧，當一個人係愛神愛人嘅時候咧，佢就順服聖靈所結順服聖靈啦，係嘛？咁順服聖靈嘅結果就會結果子，因為咁完嗰時候咧，佢實際上已經係履行咗律法。嗱，留意喺而家世代嘅思想嘅自由啦，如果涉及呢個嘅犯罪意圖並且冇將呢啲嘅唔好嘅諗法係付諸行動嘅時候咧，係普遍嚟講咧，我哋雖然係唔接納，係覺得不道德，但係我哋唔會加以阻止，係咪啊？咁但係從另一方面嚟講啦，世十誡所管嘅咧係主要人內心嘅罪惡、私慾等等呢一切嘅唔合乎上帝心意嘅，就係嗰個貪念所引發出嚟種種嘅惡行。如果假間人嘅內心世界佢有思想嘅自由，但係呢個自由咧係唔涉及
諗一啲嘅犯罪或者犯罪嘅意圖嘅嘢，或者係貪戀人嘅嘢嘅時候咧，其實呢度係同第十誡係冇衝突嘅喎。咁所以因為咁緣故嘅時候咧，如果話神係一個獨裁者咧，呢一個講法係一個唔相關嘅講法，亦也係一個唔係呢回事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呢個嘅論題咧，基本上唔成立嘅。咁啊，講完呢個嘅課前三問題之後咧，咁我哋咧以下呢個環節就先講講係關於呢個嘅十誡裏邊一啲嘅背景嘅認識，好嗎？首先，我哋第一樣要知道十誡裏邊嘅貪戀呢一個嘅字咧，有時會譯做貪圖啊、貪求啊或者貪愛嚟嘅。而佢名詞嗰個形式咧係貪心或者貪婪嗱。咁喺有時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咧都會將呢啲字係互相交替去用嘅嚇。咁不過所以因為咁緣故時候咧，我哋都注意而喺以下我哋講解嘅時候，有時都會將呢啲嘅字眼係互相嘅交替嚟運用嘅。嗱，翻返轉頭啦，何謂貪心或者貪婪咧？如果根據維基百科所講，就指一種係各取呢個遠超過自身需求嘅金錢啊、物質啊、財富啊或者肉體滿足等呢一啲嘅強烈嘅慾望。貪婪亦可以指係得寸進尺啦，永遠唔會滿足嘅。貪圖咧係可能一啲係屬於其他人一啲嘅嘢嚟嘅。貪心嘅人咧，通常佢唔會考慮自己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呢啲嘢嘅嚇，佢都唔會理會其他人嘅動機嘅，佢可能甚至會忽視其他人嘅福利，因此咧被社會部分人士視為咧係有害嘅呢類人，或者呢啲嘅諗法係有害嘅。貪心嘅人嘅思想啊同埋行動啦，結果令到佢咧可能係會被呢啲咁嘅慾望所控制嘅。翻轉頭咧，我哋睇睇一啲古代近東文化點睇呢貪心呢樣嘢啦。古代近東啦，對於貪戀呢一個通用嘅字眼就叫仰眼，唔知係咪咧？好似我哋有時咧睇啲片咧，卡通片咧就隻眼，哇！對呢啲嘢好仰慕、渴望，係咪啊？嗰種眨下眼咁啊！嗱，呢類嘅字眼，往往係佢哋用呢類嘅字眼嚟表達啦呢個嘅所謂貪戀呢一樣嘢。但係呢個罪行只有喺慾念轉化為行動之後咧，我哋先能夠觸摸到喎。一日佢唔轉化為行動嘅時候咧，我哋無從知道佢係咪真係有呢咁嘅貪念啊！並且咧係當佢一轉化為行動去偷嘢啊，去攞咗人啲嘢嘅時候咧，我哋先可以加以去懲罰嘅。同一時間，古代近東文學咧有顯示咧偷竊奸淫呢啲咁嘅罪行咧，都係概括性地咧用導致一連串嘅事件嘅慾念即係話有呢個慾念，而至結果產生一連串嘅事件，即係話咧可能因為有呢個貪念嘅緣故啦，佢就會開始去偷一啲嘢啦，或者係去作一啲奸淫嘅事情啦，嚟形容呢一方面嘅嘢。另外咧，古時咧好多嘅法律都係管係關係人嗰種嘅行為係嘛？譬如偷盜殺人咁呢啲係屬於行為性嘅嘢咁當然啦，有啲嘅法律咧，亦係關係到人嘅言語，譬如話有某啲嘅字眼你唔可以講嘅，或者某啲避諱嘅事情你唔可以提嘅。不過好顯然咧，唯獨神嗰個10條誡命啊，唔單係關係人嗰個行為同埋言語嘅，第10誡更加係關係到人嗰個嘅心思意念，係嘛？我哋普遍都知道一樣嘢，幾乎所有嘅文化都會反對貪婪嘅，認為貪婪係唔道德。至於有冇律法管呢？就呢個係另外一個層次嘅問題啦。天主教咧係視貪婪為7宗罪嘅，嗰7宗罪包括乜嘢？就係傲慢啦、嫉妒啦、憤怒啦、怠惰啦、貪婪啦、暴食啦、色慾啦，咁而貪婪亦可以包括係對飲食嘅過分嘅消費，即係暴食啦即係話係搏命食嘢，係咪？佛教認為咧，貪婪係基於將物質財富同埋快樂咧錯誤地聯繫喺埋一齊。呢種錯誤咧係由於被某一種嘅事物積極方面誇大嘅印象所迷惑而引起嘅。好啦，進一步睇睇10誡佢嗰個性質啦。第10誡同埋其他第9條誡命嗰唔同嘅地方乜嘢？係以一種重複嘅形式出現嘅。喺同一條誡命裏邊咧，佢出現咗2次不可貪戀嘅。呢個字係出現咗2次嘅。咁所以同埋咧係嗰個貪戀嘅嗰個受詞咧，貪啲乜嘢係帶出係有唔同嘅嘢嚟嘅嚇。咁所以因為咁緣故上，有啲人咧就會將呢一節係分成2個嘅誡命。從再進一步睇嘅時候咧，第10誡似乎將第6到第9誡咧係再作一次嘅總結
點解咧？因為貪心咧係造成違反呢啲誡命嘅一個真正嘅原因。譬如舉例，貪心咧令到你貪啲人嘅時候咧，你會偷嘢係咪？你會係有時都會講一啲唔誠實嘅説話係咪？甚至咧，你因為貪啲人哋嘅太太嘅時候、妻子嘅時候咧，你會係做出奸淫嘅行為係嘛？因為咁，如果嗰時候第十誡咧，往往係同呢所列呢方面嘅嘢咧，呢個貪戀咧係同其他罪惡咧常常唔係一個孤立嘅，而往往因為咧犯咗一個罪就會產生一連串嘅罪嚟嘅。當然啦，第十誡嗰個重心啊，如果我哋稍為細心睇嘅時候咧，佢會將一個行為去轉到去一個態度裏邊嚟睇，由嗰個動作轉移咗個動機。本來咧係禁止行動嘅，而家去到咧進一步嘅層次就係咧禁止嘅，佢係人內心嗰種嘅不當嘅慾望。當然啦，所導致嘅不論乜嘢嘅行為，對於屬於別人嘅物件而產生一個唔正當嘅慾念咧。呢個就係問題嘅核心啊，以至咧甚至係對一個社群構成一個嘅危險。因為當喺社群生活嘅時候，你貪戀對方嘅嘢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對大家生活相處群居嘅時候咧，就會造成好多嘅深遠嘅影響係嘛？而任何滿足呢種嘅慾念嘅行為咧，聖經都提醒我哋係罪嚟嘅。嗱，我哋從呢一個嘅誡命更加明白到一樣嘢啦。因為咧，佢係從一個嘅先從同人同神嗰個關係一個嘅提醒同埋指引，再繼而咧去到係第五誡開始啊，講到去到第十誡咧，就講到人同人相處之間嗰個嘅規管。嗱，顯然一個係涵括咗我哋人神嘅關係，一個嘅好具體嘅道德倫理嘅一個嘅原則，同埋具體嘅法律嘅精神依據。嗱，佢好重視一個嘅所謂嘅一個嘅確立一個行為規範。留意呢樣嘢，呢啲誡命咧係通常冇直接講到係佢點樣處罰嘅，只係話係不可不可。嗱，咁呢個一個好明顯一個嘅生活行為一個嘅規範嚟嘅，嗰個重點唔係在於係懲處嘅。第十誡主要出現嘅經文咧就喺呢個出埃及記嘅20章17節同埋申命記嘅5章21節。不過申命記嘅5章21節咧就同呢個出埃及記嘅20章17節喺個內容係個次序上面啊，就有同埋個狼有少少嘅分別嘅。包括乜嘢咧？就將嗰個妻子放喺最前面，即係話幫貪啲人嘅妻子。一方面咧，佢避免將人咧當即係避免人咧係將妻子當咗一種嘅財產物件係嘛，從而係提升個妻子嘅地位係嘛。同一時間嚟講，佢補充咗田地啦。有時我哋要問點解佢補充咗田地而喺同呢個嘅出埃及記20章17節有所不同啦？又事實上去到申命記嘅時候咧，係佢哋咧係即將進入呢個迦南嘅應許地啊！咁所以因為咁，如果有機會喺呢度係強調土地嗰個主題咧，叫以色列民咧預備好去得應許之地嘅。好啦，聖經就提醒我哋多貪戀人的一大扎嘢啦吓。咁貪戀呢個希伯來文就係 kamat， 英文係 delight in 同埋 covet。呢個動詞原本個意思咧係羨慕啦、渴望啦、喜愛或者係覬覦啦或者係垂涎啦，特別係指屬於他人之物嘅吓。呢個係個詞咧係指到係對無法以正當手段獲得之物嘅一種嘅渴想。同原語嘅烏加列文嘅 habit 係意思啊係喜悅，也有係垂涎貪圖呢個意思嘅。而阿拉伯文嗰啲嘅 hamada 意思就係讚美，而有機會咧係穆罕默德呢個名啊 Muhammad 可能就係源自呢一個嘅字嘅。留意貪戀嗰個重點唔在於外在嘅行為，而喺內心嘅境況包括係貪婪嘅思想同埋而家包括係進一步嘅行動。所以喺馬太福音嘅登山寶訓裏邊，耶穌講到咧係律法。你聽見古人點講係關於律法嘅嘢嘅時候咧，佢提醒真正嘅問題咧係發自內心。所以係呢個係着眼點係在於內心多過於外在嘅行為嘅呢條誡命嚇。貪戀咧往往帶住一種不良嘅動機，渴望為得着某一樣嘅嘢，而人喺心中違背咗神嗰個誡命同埋外表上面行為上觸犯佢嘅誡命咧，兩者無論內心係違背神，或者
係呢個外表行為上邊係觸犯神嗰個誡命。兩者喺神眼裏邊都係同樣係嚴重嘅。嗱，喺《申命記》嘅5章21節咧，呢條誡命裏邊咧係補充咗田地嘅。嗱，因此咧，呢條誡命咧，留意一樣嘢，係包括人嘅房屋啊、妻子啊、僕婢啊、牛驢啊，並他所有一切啊，當然包括係田地啦。實際上嗰個貪呢個內容咧係好具體喎，唔係空洞嘅。留意一樣嘢，係講明咗啲乜嘢嚟嘅。呢度有個字咧係叫房屋啊，原文叫 bayith 啊，可能指建築物啦，或者一間嘅房屋。不過而家有人認為咧，呢個字咧可以引申到較為籠統一個嘅家庭嘅概念，指到家庭裏邊嘅成員啊、牲畜啊、土地同埋一切嘅用具。咁所以咧，你發覺咧喺呢個誡命嘅後邊，人不可貪戀。咁之後咧就好具體咁列咗，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家庭嘅內容嚟嘅。咁當然啦，喺呢個字眼裏邊咧，係講房屋嗰時候咧，其實係一個講家咁啊，譬如大衛家或者係嘅，咁都係用緊呢個字眼。而事實上，如果你稍微留意一樣嘢咧，喺舊約聖經裏邊咧，講到聖殿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用緊呢個嘅 bayith 呢個字眼嘅，就係家呢個字眼或者房屋呢個字眼嘅，同樣用緊呢個嘅。當然啦，喺呢度咧，我哋有時都會覺得奇怪，似乎喺呢度咧係，如果見一個家嘅時候咧，有妻子啊、房屋等等嘅時候咧，牛驢僕婢嘅時候，但係好似似乎咧係冇包括係孩子或者小朋友喺裏邊嘅。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啦，點解要禁止貪戀呢？事實上，遵行或者違反神嗰個誡命，唔係始於實際嘅行為嘅，更加從人嗰個內心嘅動機同埋思想就開始嘅。雅各書1章嘅14節佢提到話咧，個10到15節話咧，但各人被試探，乃被自己嘅私欲牽引誘惑嘅。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嗱，所以留意一樣嘢，即係話咧，真正呢個人犯罪嘅時候咧，係真係付諸行動嘅時候，其實往往係自己一啲嘅私欲係被試探嘅時候咧，牽引嘅時候咧，就呢個私欲就慢慢喺度成長啦。好似個胎兒咁樣，慢慢成長，咁結果咧就出世啦。出世嘅時候咧就付諸行動啦。咁結果咧產生結果就係罪就犯罪，罪就帶嚟死亡呢樣嘢。嗱，好顯然透過呢條誡命，我哋知道咧，神係絕對知道人嗰個內心嘅。所以因為咁緣故嘅時候咧，個問題喺呢度嘅時候咧，就要人咧不但禁止自己惡言惡行啊，即係話咧唔好做某啲嘢，但係同一時間咧就要去積極諗辦法去將心裏邊嘅呢個惡念去戒掉或者除掉咗佢。因為惡言惡行咧係原本係從惡意所發生嘅。咁巴克喺佢嘅著作係《基督徒須知》裏邊提過話咧，貪心睇嚟咧好似一個嫉妒嘅近親。你睇見別人擁有一件東西，你就會好希望據為己有，將你所貪呢個東西成為你自己嘅神，操縱住你嘅生命，包括你嘅思想同埋行動，都會被呢啲慾望所控制。咁所以有時貪心者咧係一種嫉妒或者妒忌人所擁有嘅嘢，於是咧你就會好渴望你擁有嘅嘢，咁而結果咧你渴望嘅時候咧，呢個就操縱咗你嘅生命，以至咧你嘅思想行為都被呢啲牽制咗。有其他嘅教導關於貪心啦，主要都喺呢個箴言裏邊啦，係有關於貪嘅唔同嘅課題同埋提醒嘅。咁事實上當然喺舊約裏邊都有好多其他嘅類似嘅課題，不過就集中咗比較箴言係多講嘅，包括乜嘢貪戀財利啦、貪稅啦，係嘛？貪戀美食啦、貪酒啦，同埋貪婪嘅心，呢啲係提醒我哋有後果嘅。新約喺其他方面嘅教導乜嘢咧？耶穌曾經教導過，你哋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嘅貪心，因為人嘅生命不在於家道豐富。呢個路加福音12章15節。當其時咧，有人咧走嚟揾耶穌幫佢處理一啲嘅家產問題啊。咁耶穌因為咁緣故嘅時候提醒佢咧，眾人咧又唔可以有嗰種貪心嘅，因為生命咧跟家道豐富咧係冇乜關係嘅。故此咧，我哋常常謹慎提醒自己，要避免貪婪呢一個嘅誘惑。使徒保羅嘅教訓係乜嘢咧？就特別係對嗰啲監督同埋執事佢話提醒你話，佢話唔會因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呢個提摩太前書3章3節。咁至於喺提多書1章7節咧，就提醒監督嘅係神嘅管家咧，就
除咗係同保羅喺提摩太前書大使咗一樣之外，其中嘅亦提到話不貪無義之財。而使徒彼得提醒嗰啲嘅作牧養嘅，佢話務要牧養喺你哋中間嘅神嘅群羊，按照神嘅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嘅，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咁你要提醒啦，嗰啲嘅牧養群羊一啲嘅牧者監督或者係嘅其他人咧，係要真係要甘心樂意去侍奉，亦有唔好貪財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嘢。咁呢個又係我對我自己一個提醒嚟嘅。好啦，聖經裏邊咧都有記載一啲關於貪戀而發生嘅種種嘅惡行嘅事件嘅。嗱，首先第一樣就係夏娃就貪吃禁果。大家如果睇翻創世記第3章嗰時候咧，就知道咧係夏娃見到啲果當受到係誘惑試探嘅時候咧，佢就見到啲果子係悅人眼目，係嘛？好作美食，係嘛？又能夠真係使人有智慧。佢貪戀呢啲嘢嘅時候，結果咧佢就攞咗嚟俾佢自己食啊，又俾咗丈夫亞當嚟食，咁結果咧就犯罪得罪上帝啊！當然啦，喺呢個嘅約書亞記嘅記載咗一樣就咩啊？就係喺呢個嘅亞干就喺耶利哥之城嗰役裏邊啦。當神係曾經吩咐啦，所有嘅以色列人係要將裏邊嘅嘢，除咗啲係允許攞嘅嘢之外咧，係將所有嘅嘢咧都係毀滅咗佢。嗱，所以呢稱之為當滅之物。而亞干呢，喺打完仗之後咧，佢喺嗰個就係攞呢個城裏邊嘅嘢嘅時候咧，佢就係私下留低咗一啲嘅當滅之物咁使到以色列人呢喺艾城之係慘敗嘅。咁當其時咧，喺去到約書亞記第7章特別喺21節咧，亞干就咧係親口提到自己因為貪心而攞咗當滅之物，咁結果使到係以色列喺艾城之役咧係慘敗，係結果死咗36人嘅。我上一兩講我哋都提過啦，大衛王咧係因為奪取咗烏利亞妻子拔示巴。嗱，咁留意一樣嘢，呢個咧係一個偷盜嘅行為嚟喎，因為偷就係妻子啊嘛，咁所以觸犯喺第8誡。結果係使佢懷孕啊，咁呢個係觸犯喺第7誡。然後為咗阻止啲醜行將人出去嘅時候咧，就謀殺咗烏利亞，結果犯喺第6誡。咁呢一切都係源起乜嘢啊？就係大衛貪戀別人嘅妻子啊，亦有就係將所謂觸犯喺第10誡。咁所以如果我哋從撒母耳記下第11章就睇到好清楚呢件事件嘅發生嘅由來來龍去脈。喺上一講我哋提過咧，亞哈王因為貪戀鄰近拿伯嗰個葡萄園，其實呢個貪戀咧本身就已經觸犯喺第10誡，係嘛？咁於是咧佢又悶悶不樂，因為拿伯唔肯啊嘛，因為佢以呢個係祖先所賜嘅產業，佢要守住嚇。咁於是咧佢悶悶不樂，咁於是咧就皇后耶洗別俾個計謀佢，咁就利用2個嘅假證人咧，係誣衊佢傍族神同埋呢個嘅王，咁然之後咧指證佢，咁事實上呢個行為本身就觸犯喺第9誡作假見證，係嘛？咁所以指控咗成立之後咧，咁又有2個見證人講啊嘛，係嘛？咁於是咧就下令咧係殺害佢，咁呢個咧本身就觸犯喺第6誡不可殺人。咁最後咧，因為拿伯死咗啦嘛，咁佢嘅葡萄園咧就收歸皇家所有，換言之咧就做到好似好合法咁去偷竊。事實上咧，呢個就本身係偷竊行為咧，就犯喺第8誡，係嘛？咁我哋可以喺列王紀上嘅20章就睇到整個嘅故事。去到列王紀下嘅第5章提到咧，亞蘭王嘅元帥乃曼咧患咗大麻風，咁聽從先知以利沙嘅吩咐咧而得醫治後咧。咁打算送贈禮物俾以利沙，咁以利沙係婉拒咗佢。咁以色列嘅僕人咧，基哈西咧，佢就定要攞取當中一啲嘅禮物。咁於是咧，佢就即係追上去乃曼嗰度，就而編咗個理由咧，係攞到係2他連得嘅銀子同埋2套衣服。咁後來咧，被以色列責備並且係遭咒詛，係感染大麻風。另外耶穌其中一個門徒加略人猶太咧因為貪心嘅緣故啦，首先第一樣佢係偷錢，係嘛？咁觸犯喺第8誡。後嚟咧，佢以親嘴為記號，係出賣耶穌，將佢置諸死地。咁因為咁緣故就係呢個係同時作假見證，係嘛？因為佢做一個記號，讓人係捉到佢就係呢個人啦。咁同一時間嚟講咧，係使到耶穌係被殺嗰時候咧，係同時犯喺第6同埋第9誡。都係因為貪愛錢財嘅時候咧，係做出以上嘅事情。貪戀當然係唔好一件事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嚟講，佢會引嚟一啲嘅後果嘅。
使徒保羅提醒我哋咧，佢話偷竊嘅、貪婪嘅都唔能夠承受神嘅國。咁啊，當然啦，喺以弗所書5章3到5節都同樣係提到嘅貪婪啊，同埋貪心啦，都係唔合乎聖徒嘅身份嘅。喺基督耶穌嘅角度裏邊咧，係冇份嘅，就係同拜偶像一樣嘅。換句話講，我哋要棄絕一切嘅貪婪淫亂啊、污穢呢一切嘅唔好嘅嘢，咁我哋先符合聖徒嘅身份。當然，保羅提醒我哋咧，貪心就同拜偶像一樣，同樣係神嘅國度裏邊係無份嘅。當然，保羅提醒貪財係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將自己嘅刺透。咁呢句說話咧，貪財萬惡之根，實際上係當其時咧一個當代嘅諺語，係保羅引用嚟嘅時候咧，係指出貪財嘅問題，可能看似好誇張係咪？不過又凸顯咗咧，係貪財會引發嘅後果係好嚴重嘅。當然啦，保羅喺度提醒喺哥羅西書3章5節提醒我，所以你治死你喺地上面嘅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同埋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當然啦，保羅喺度提醒我哋咧，嗰啲貪心嘅人啦，因為往往睇重或者依靠一啲嘅物質，而唔係咧係依靠從神而嚟嘅得到嘅安全感。即係等於話咧，人係敬拜嗰啲係非神嘅事物，即係話咧唔係從神而嚟嘅嘢而獲得安全感。結果呢個就係等於敬拜呢啲嘢。係讓佢成為你自己嘅神，所以因為咁，如果實保羅提醒一如其他嘅罪一樣啦，我哋都要治死佢哋嘅。不過問題嚟啦，人點能夠先治死貪婪嘅心呢？喺呢度有幾個建議嘅。第一，首先我哋要過一個順聖靈而行嘅生活。保羅喺加拉太書5章16節話：你哋當順着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嘅情慾。就好似喺剛才喺開頭嘅時候咧，我哋個課前3問就提過啦。當我哋順聖靈而行嘅時候咧，我哋就唔讓罪惡喺我哋裏邊咧掌控我哋嘅人生。咁結果咧，我哋按神嘅心意行嘅時候咧，我哋能夠結出聖靈嘅果子，勝過呢啲一切嘅罪惡同埋試探，係嘛？咁當然另外一樣嘢，我哋要常存一個感恩嘅心，享受神嘅恩典，以至咧我哋能夠有一個嘅知足嘅心，係嘛？因為我哋常存感恩嘅心嘅時候咧，我哋就自然咧就唔會妄求啲我哋唔應該有嘅嘢。咁所以因為保羅喺提摩太前書6章6到8節嘅時候話，敬虔加上知足嘅心，便是大利了。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咁而喺希伯來書嘅就係13章5節又提醒我哋我哋嘅全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有嘅為足。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所以我要存一個感恩心，因為知道神一定會供應我哋所需，係嘛？生活裏邊嘅基本所需，上帝唔會虧待我哋。緊要就係我哋有一個信靠主嘅心，並且有一個滿足神所供應嘅心。第三樣，我要係享受喺主裏邊嗰種安全感，唔好係明日憂慮。所以耶穌喺呢個登山寶訓嘅6章嗰度提醒我哋啦，話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耶穌咧提醒我哋唔好為生活所需嘅去憂慮啊，因為天父係知道同埋掌權一切。反為我哋需要學習將神放喺首位，因為知道一樣嘢咧。呢啲生活所需嘅嘢，天父上帝一定供應我哋嘅，以至我哋嘅安全感係建基於神自己嘅，而唔係建基於啲物質裏邊嘅。基於剛才所提到一點嘅時候咧，耶穌喺度進一步補充嘅話：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嘅生命，有什麼益處咧？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啊？呢個就喺馬太福音16章26節提到嘅。耶穌提醒我哋，永恆嘅生命先係最重要喎。即使你賺得全世界，擁有晒所有嘅物質都好啦，如果你失去生命嘅時候，都係冇意思嘅。咁第五樣嘢，貪戀人嘅嘢嘅時候咧，其實帶嚟一個問題，有時係一個嫉妒嘅問題，係嘛？我哋妒忌他人所擁有嘅嘢，係嘛？咁呢個提醒我哋咧，第五樣就係咩咧？要欣賞同埋敬佩嗰啲別人嘅成功同埋成就，為別人所擁有嘅嘢，我哋去獻上感恩同埋高興，而且真誠地為人祝福。咁另外一樣當然啦。我哋要學一個心，就係樂意同人分享，係嘛？唔係表示我哋即係當我哋貪心嘅時候咧，
我哋好多時候咧係覺得係好欠缺自己嘅有嘢，但係當我哋學習同人分享嘅時候咧，睇到呢個更重要乜嘢啊？聖經所提到話，保羅喺呢個嘅同以弗所有人提到話咧，佢話又當紀念主耶穌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當你樂意同人分享嘅時候，你發覺咧上帝好均真嘅。當我越樂意同人分享嘅時候咧，我哋發覺我哋所經歷嘅恩典、經歷嘅神嘅大能嘅嘢係越多嘅。咁嗰份嘅喜樂更加多，係往我超出物質所擁有嘅嘢，咁以致我咧唔再渴求過度嘅物質生活，係嘛？嗱，咁呢條嘅誡命咧，而係引嚟一個嘅道德嘅思考問題，就係關於係禁欲嘅問題啦。首先第一件事，我哋需要有一個認識就係咩咧？人係具有慾念嘅受造物嚟嘅，即係話咧係人係裏邊係天生咧有好多嘅慾念同埋慾望，係嘛？咁譬如舉例啊，我哋肚餓，我哋好想食嘢，係嘛？我哋攰嗰時候，我哋好想休息瞓覺，或者我哋口渴嘅時候，好想飲水啊，或者我哋見到一啲好靚嘅嘢嘅時候咧，我哋不由去讚嘆，係咪啊？嗱，咁呢啲啊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啲正常嘅慾望，係嘛？不過有啲嘅慾念咧就唔係咁好咯。譬如舉例，你見到一啲嘅女性嘅時候啊，你裏邊咧有啲嘅慾念啊，有啲嘅非分之想啊，咁就有問題咯。咁所以人係有慾望咧，係與生俱來，不過唔係所有慾望慾念啊都係合適嘅、適切嘅。咁我哋需要加以留意呢樣嘢。喺過去咁多年歷史裏邊咧，有唔少嘅哲學同埋宗教思想啦，都會覺得咧係呢啲嘅慾望咧係有時係有害嘅。咁於是因咁緣故嘅時候咧，佢主張係除滅人嗰種嘅慾念，因而有所謂禁慾嘅主義或者主張。例如呢個斯多亞派啦、Stoicism 啦，或者係呢個嘅佛教等，都有呢咁嘅諗法同埋主張嘅。好啦，翻轉頭啦，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啦，乜嘢叫禁慾主義咧？其實剛才我哋講話咧，有啲嘅宗教思想啊，有啲嘅哲學都會有呢個禁慾。咁但係具體咩叫禁慾咧？就 asceticism 咧，咁就呢啲個主張認為咧，人嗰個肉體嘅慾望係低賤嘅，係自私嘅，係有害嘅，係罪惡之源嚟嘅，因而強調咧係節制肉體嗰種慾望同埋享樂，甚至咧要求棄絕一切嘅慾望咁樣先能夠實現嗰種道德嘅自我完善嘅。留意呢啲主張係要求人咧要嚴好節制嘅肉體嗰啲慾望嘅一種嘅道德倫理嚟嘅。但係實際上往往係咧都係好唔人道嘅。留意呢樣嘢，我哋要適切嘅適量嘅去操練自己，去減低呢啲嘅慾念或者控制呢啲慾念，有時係需要嘅，甚至要逃避嘅。不過如果喺實踐上邊咧，我哋用一啲係好唔人道嘅方式咧，咁就有問題啦。譬如舉例喺天主教呢個嘅主業會裏邊咧，係有一個呢個修會咧，就係主張係用一啲嘅所謂嘅透過譬如舉例一啲嘅有啲嘅倒鈎嘅鏈啦，掛喺身上面一段時間，或者每個禮拜係用一種嘅所謂嘅鞭打自己嘅方式，係讓呢啲所謂痛楚咧，去提醒自己要控制呢啲慾念咁呢個咁嘅操練咧，係往往被視為咧係好唔人道嘅。所以我哋都需要留意一樣嘢否則嘅話，去將人性裏邊好多嘢歪曲咗適當嘅去控制、去禁制、去操練自己係需要嘅。不過有時避免係走得太過極端以產生好多人道上面嘅問題。咁巴克喺佢嗰個基督徒嘅須知裏邊咧，係曾經提醒我哋可以一個嘅諗法，就係咩咧？佢話被罪歪曲咗嘅慾念係需要重新操縱過嚟嘅。我哋唔單止要停止係貪戀別人嘅嘢，更加要謀求他人嘅幸福，從而使到神咧得着榮耀。咁換句話講咧，要將個層次再提升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係唔去貪圖別人嘅嘢，更加要咧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就係咧為他人嘅好處去着想嘅時候咧，我哋去以致咧係善用呢啲所擁有嘅嘢物質嘅時候咧，係使人得幸福，係使神得榮耀。佢提到咧係蘇格蘭一位神學家嘅 Thomas Chalmers 咧，係佢論到一個新嘅愛慕所帶嚟嘅一個驅逐能力係咩咧？就話咧讓救主耶穌基督嘅愛咧係改變我哋嘅貪心同埋自我中心同埋呢個嘅枯竭咗嘅生命。叫人咧可以將神置喺首位，而別人喺第二，自己嘅滿足則放喺最後。咁讓神聖嘅愛，耶穌基督嘅救主嘅愛係佔據我哋嘅內心，去一路
慢慢排擠咗我哋呢種貪心同埋自我中心呢個嘅枯槁嘅生命，叫人呢係將神擺喺生命裏邊最首位，即係話神嗰個榮耀、別人嗰個幸福係最先嘅，而我哋嗰個滿足咧係放喺最後。呢個係一個需要操練嘅，唔係表示我哋完全冇我哋自己嘅渴求，而不過將神嘅榮耀、人嘅需要擺喺最高層次裏邊嘅時候咧。咁而之後，我哋嘅層次就自然放低嘅時候咧，咁慢慢係學習點樣勝過呢種所謂貪心同埋自我中心嘅生命。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操練嚟嘅。總結而言咧，喺呢條誡命裏邊，神禁止人貪戀別人嘅妻子同埋財產，並佢所有嘅一切。而家提醒我哋咧，貪戀阻礙我哋嘅知足嘅心，我哋要學習尊重他人嘅產權，並且常存感恩嘅心，順從主嘅安排。當然啦，知足加上敬虔嘅操練啦，使人善用物質嘅時候咧，喺基督裏咧係得着呢個嘅益處嘅會。有幾個值得我哋反思嘅問題啦。首先，神禁止我哋貪戀別人嘅財產同埋所有嘅。不過，有時我哋咧有一個問題就咩咧？喺今日裏邊咧，我哋唔知有冇係尊重他人，無論係私人或者公家嘅產權嘅心咧，務必將妥善保存借用嘅嘢，或者用咗之後咧盡快歸還。如果有損壞嘅時候，係賠償一切。留意一下，有時我哋唔一定係有種心去佔有他人嘅嘢，不過久而久之，我哋嘅心咧，借用咗人嘅嘢嘅時候咧，我哋有一種好似係當咗係我哋自己嘅心。我哋有時咧係肆意去運用嘅時候咧，係好唔尊重他人。譬如舉例，我最近聽過一個嘅年青人咧，同我提過一個問題啦。佢其實都好樂意同人分享佢有嘅嘢。譬如讀緊書嘅過程裏邊嘅時候咧，佢有時將啲書借俾人啊。但係好可惜，同學乜嘢啊？借咗本書之後咧，好唔珍惜啊！有時將嗰啲書咧，你知有時啲書嘅嗰個嘅釘裝嘅時候咧，有時咧好容易係折巢咗或者係整爛咗。咁有時咧壓個書背嘅時候咧就會爛噶啦，咁就會好容易甩皮甩骨啦。咁佢發覺咧借書俾人咧，有時啲同學咧就傳嚟傳去啊，有時佢都唔知嗰本書傳到邊頭，結果咧還咗去圖書館嗰邊。咁圖書館通知我呢本書係你，有你個名嘅喎，咁有時咧係佢哋嗰種心態咧，一種好唔負責任嘅心，甚至咧有時喺一本書裏邊咧係寫花晒佢哋自己嘅嘢，筆記做咗筆記嘅嘢。咁呢個咧係一啲有時我哋好唔尊重嘅人。今日我哋譬如去圖書館借嘅書啦，有冇又係咁嘅情況啦？又或者我哋借別人嘅嘢嘅時候咧，我哋有冇係整爛咗佢啦？或者唔小心去運用啦？咁呢啲其實好似當咗係我哋自己嘅嘢。去肆意去運用嘅時候，有時我哋都需要注意嘅。第二方面，神禁止我哋貪戀別人嘅財產同埋所有。咁喺呢度咧，當然提醒我哋要免去一切嘅貪心，並且咧避免嗰個過度追求物欲嘅心。嗱，今日我哋有冇妥善處理內心嗰種貪戀一對物欲嘅訴求咧？有冇嘗試過操練過知足同埋簡樸嘅生活，並且樂意同人分享咧？留意，我哋今日活喺一個嘅物質世界好豐裕嘅社會裏邊，係嘛？我哋好多時候咧，面對好多嘅廣告宣傳，係嘛？呢啲廣告宣傳話俾你聽，哇，呢樣好啊，嗰樣好啊！我有時我哋都好想擁有。留意呢啲嘅咁嘅物欲嘅心啦，喺不知不覺係陶冶緊我哋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咧係好多嘅內心有好多嘅訴求啊！可能有時喺唔知唔覺喺裏邊咧，喺冇人知嘅時候咧，我哋隨手順手牽羊，係嘛？我哋突然間時嘅貪念就嚟啦。咁所以呢啲嘅操練咧，唔係喺某啲特別嘅環境裏邊，而係日常生活裏，我哋常常咧面對，我哋需要學習點去過一個知足嘅生活，常常檢視我哋內心一啲嘅諗法，一啲嘅對於物欲嘅訴求係點一回事，又或者我哋對於別人所擁有嘅嘢嘅時候，我哋點去睇嘅時候究竟我哋適唔適宜係擁有？咁當然有時用透過正常一啲嘅方式，譬如你覺得嗰樣嘢係需要用到嘅，但係太昂貴啦。咁你暫時未有嘅時候，咪試下去儲錢啦，係咪啊？儲一段時間之後咧，咁然之後去買咗嗰樣嘢，就千祈唔好透過啲不法嘅途徑去擁有嗰樣嘢。嗱，咁呢個先最重要一樣嘢嚇。當然啦，神係禁止我哋貪戀別人嘅財產同埋所有。咁呢個同一時間提醒我哋遵行違反神嘅命令，唔係處於實際嘅行為，更從人內心嗰個動機同埋思想去開始。今日你有冇時常省察你內心，並且逃避一切嘅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嘅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同和平呢？有時裏邊有好多嘅罪惡嘅念頭，有時我哋唔介意節制嘅時候咧，有時我哋就好容易放縱咗我哋自己。正如雅各書所講就係咧，
有啲嘅私欲既懷了胎就產生罪嚟嘅嗱，咁呢個就要好小心處理。咁更重要就係咧，今日點樣能夠勝過呢一切嘅私欲行為啦，或者係內心嘅慾念咧？更重要就係咧，我哋先學一樣就係清心仰望神啊，一齊追求神所喜悅嘅嘢，一齊學習操練我哋嘅生命，係同一啲人一齊去學習點去係更加渴慕去仰望神啊！呢個就係你同我今日需要嘅操練嘅嘢嚟嘅。咁啊，整個嘅十誡系列到此就講晒噶咯喎，咁啊盼望咧對大家有所幫助啦。如果你覺得本片對你有幫助嘅時候咧，咁啊歡迎大家係點讚、like 同埋留言，就將呢條片咧係轉發俾你所認識嘅主內弟兄姊妹啊，或者係慕道朋友，盼望佢哋一同得幫助。咁啊而家當然咧更加歡迎大家係訂閱呢個本頻道啦，以至咧可以大家係定時啦收到我哋最新發放嘅影片嘅通知。我喺下一次咧，我哋會有個新嘅系列講解，盼望到時嘅嘢係繼續見到大家係希望啦，大家對大家繼續有所幫助嘅。咁我哋下一次再見好嘛，拜拜。